打扰到别人的安宁或是空气品质，那是不好的。晚上如果在路上扬长而去的话，两边的住家其实都会不胜其扰哦。有时候有一些小朋友在夜晚入睡是很安静的，分贝比较大声的车子经过，很多的小孩子会因为这样而吓醒，甚至是老人家他可能是比较浅眠的，就会因为分贝比较大的车子经过，造成他整夜难眠。机动车辆的噪音，民众一直很诟病。那所以我们这次结合了警察、交通大队、跟监理站、跟环保局，希望把噪音检测的工作呢，能够用科技办案的处理方式。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边展示新的技能，在人力上面呢，如果用这套设备的话，平常我们大概要10到15个人，甚至到20个人的人力，也事实上只要1个人来操作这个设备就可以处理得好。在场地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呢，也可以针对假设民众有检举哪些地方噪音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设备呢做移动式的，不需要说只有固定在某一个点，因此它具有移动性。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在时间上的节省，通常我们用人力的话，也许要耗费3、4个小时，才能够收到一定的成果。但用这套设备呢，基本上只要一旦架设之后，24小时都可以弄。机车骑士或是开车骑士对于这个噪音的问题，他本身应该会重视，那能够从此而改善，从此而警惕。我觉得能够改善我们市民的生活品质那是一个好的政策，非常的赞成啊，也是鼓励民众不要乱改装车，影响居民的一个安危或者是噪音的一个污染。我希望可以再针对我们比较多民众检举的重点地带先来赶紧来测试，那也希望可以大幅的降低这样子分贝比较声量大的汽机车来经过让我们的民众在这个整个环境上会比较改善。在人力上面、在时间上面跟场地上面都可以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同时能够达到有效的检测这个噪音，让民众困扰这个噪音呢可以得到解决，给民众的一个安宁舒适的生活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有没有过被呼啸而过的改装车所造成的噪音给影响呢？为有效改善改装车辆所造成的噪音污染，台南市政府环保局与监理站及交通大队合作，纳入科技执法。这套系统导入车牌辨识及噪音监测仪器，24小时不间断，有效改善噪音扰宁问题。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环保局跟我们交通局一起协力，把一些制噪音的制造者，尤其是移动的噪音污染源，能够找出来，配合新的科技执法。过去常常有人在晚上的时候就听到这种改装车，或是拔掉灭烟器的重型机车呼啸而过，往往不仅是扰人清梦，也对整个环境造成蛮大的伤害。因此，这个时候要去取缔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使其时矣。我们随着整个生活品质的提升，我们也希望说，环保局跟我们交通局跟台南市政府全力来维护市民免于被干扰的自由。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长期奉献伫咧正确台语文编译撰写台华书典的地屯暖生，伫顶个月过身。台南市长黄伟哲为了感念伊对着母语文化付出甲贡献，8日特别前往店家致祭，并颁发台南市卓越市民褒扬状，表达上忠国的敬意甲哀悼之情。会特别来到店家致祭，主要是要感谢地屯元生过去20年来伫发扬台语文化多项的重大贡献，互黄伟哲决定一定爱亲自来表扬，表彰他在台研退休之后，还是愿意花了20年的时间编纂一本台华词典，对于这个台湾语言的保存、台语文化的保存以及这个整体的风俗的保存都有重大的贡献。那么郑老师从小自学，然后台南高商毕业之后进入台研工作，
但是他的学问还是被同事所敬仰，也曾经考上司法官，那证明了他的这个法律素养。可是他没有就任，还是留在台研。然后他这个醉心于台语文，在退休后，花了10年、20年的时间，这个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感佩。退休在家都是含饴弄孙，他却能够继续钻研在学术里面。他的这本用罗马拼音所完成的台语字典，事实上我相信在台语界是一个震撼，在台湾文化界也是一个非常不可多得的这个宝贝。那在这边特别感念郑老师。台华书店有将近2000页内容，包含华语、台语的读音对照，并收藏真侪台语缩影，互咱的后代会当透过这本书店学习母语，不论伫咧文化学习，或者是文化保存，拢发挥正大的作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位伫下营区南59线的乌桥，是连接下营甲麻豆的重要经neu道路。因为原本的跨度无够，佮加上neu底小低，所以有安全上架阻碍水流的问题。对此，市府也特别启动了整治方案，将桥改建成为港口桥，嘛无桥墩，减少排水的影响。目前整个工程的进度大约90%。原来的这个桥大概宽度大概是9.28公尺，那这个长度呢大概是52公尺。这个和这个规划的这个设计断面是说来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改建大概宽度变成12公尺，那这个长度呢增加了17公尺，大概是69公尺。那这样的话，它的排水断面就比较大，同时呢，本来是有桥墩的那我们现在把它改为这个钢构桥变成没有桥墩，这样的话增加它的排水这个断面那未来的话，除了这个交通方面，不会有淹水之虞那对这个整个地区的排水也有帮忙。因为汛期马上就要来到，所以市长委托配合上午也特别到现场视察，希望工程会使尽速来完成。除了保障市民的性命财产安全，也会使让交通更加方便。今天我们来视察那个工程进度已经将近90%的黑桥那这个部分从去年520开工一直到现在，已经历经1年了。希望能够在8月底以前完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工程能早点，因为现在正在汛期，从现在7月中到8月底，搞不好我们希望说不要下大雨了。那如果不要下大雨，如果真的是天气许可，天候 OK 的话，那可以早点完工。那因为这个部分那可以让民众不管是在桥面的通行，那或者是整个周边的这个排水设施，能够让民众减少受这个淹水的机会。整个工程预计伫8月底要来完工，到时阵将会提供下营地区更加方便的交通环境，也增加了安全性。干务局也强调，未来市府将会持续来努力，打造一个更加方便佮安全的生活环境。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7号宣布，2022年全国国中小学甲公立的高中教室全部要来正式冷气。消息一出，不但学生家长欢喜，就连在野党的蓝营嘛表示乐观其成。不过后续的电费，甚至维修费用、加电力管线，是毋是有法度负担？台南市议员蔡玉辉、蔡淑慧、李定国、加林彦竹上午就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中央推出政策会用的全部来买单，莫互地方政府来承担。台天桥地方配合的共情形，可能爱做好。咱8,000间，但市政府爱紧先，首先那咱的新管会连超前部署准备好，招标的时阵爱注意，毋通甲招标一间。到时阵佫转包，差无钱停工，你到时中央可能靠这个名义，佫会打折扣。那但是，这目前6块内底，差不多拢剩20%尔啦出来无剩，好在中央要甲咱补助。咱当然，咱逐个议员讲的，咱来争取较济咧。它如果不是全额的补助，而要地方政府再去做这个配合款的金额。
我想会增加我们地方政府一个财政的雪上加霜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行政院这样的一个宣布，或许他们是有经过深思熟虑，但是整个配套没有很完整的说出来之前，我想我们在高兴之余、兴奋之余，也乐观其成之余的当下，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了很多的一个问题。第一就是市政府各县市地方政府的财政负荷是不是能够去因应？第二个，每一年增加的电费要怎么样去因应去支付？第三，就如刚才主席提到的，整个全国的电力在巅峰时期是不是能够负荷这样的一个冷气的开放之后，他们的电力是不是负荷？虽然中央的政策7号才宣布，不过教室装冷气，因为进前有未少的议员争取。根据市府教育局的统计，台南市大约8000外间的教室需要装冷气。针对议员的意见和建议，教育局会向中央来反映。南部要优先，我想这我们一定会，其实南部比较热嘛，这我们一定会积极跟他要求哈。那另外关于这个冷气开设的一些规范温度，我想我们也会提出来哈，在会中请教育部未来在做一个3位规范的时候，能够妥善来做一个处理哈。那包含这个设备老旧、财政负荷的部分，财政负荷昨天院长有提到哈，其实就像过去我们老旧校舍的一个做法一样哈，那依照地方的这个财政分级哈，负担不同的一个比例啦哈。市府算算的包括冷气加电力设备的改善，总经费大约需要15亿。依照中央的标准，市府负担12%，大约需要2亿左右。至于后续的电费，如果中央若无专业来补助，市府嘛希望由中央甲地方以及使用者3方来共同负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拥有完整资源的国立成功大学，因为长期投入海域的工程、海洋的保育、甲海洋科技等研究，7号上午，甲行政院海洋委员会共同签署跨领域人才培育甲海洋事务合作的备忘录，由生态校长苏慧珍甲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宗伟共同来签署。行政院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宗伟表示，会选择甲生态合作，主要看好成功大学的理工研究，加上海洋委员会第一任主委，阁是前成功大学的校长来担任，因此有特别的因缘。未来双方合作嘛将朝向3个面向。不管是在船舶实验室啊，或者是在深层水的这个工程、取水工程的开发，还有菌种的研究，刚才校长也特别讲了，其实成大都有一些成果在那边嘛，那我们去讨论，看看未来合作的方向啊，再往哪边去走，比较可以产生效率跟效益。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经营这个一个事情呢，就是用一个企业经营的精神来去做哈，是比较好一点的。把以前那种行政程序能简化的尽量都把它简化掉了。方向先定出来一个方向，大家来讨论，好不好？目前未来的希望？未来的希望是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另外，有关传播的实验室，因为目前国内还无设置，因此所有关传播的实验拢必须要送到国外，因为来回时间相长。未来嘛将加生态研究，看是毋是有设置的条件。双方伫咧签约以后，嘛互相递赠纪念品，并且马上进行学术的交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台南社区大学第39期教育学博览会将伫咧7月12日这礼拜登场。东港伫活动现场，各位当看到友善地球生活实验区，包含绿屋顶制造、老街阳台绿美化、太阳能雨水收集、水电修缮等多项展示，希望透过这成果发表，建立一种充满正能量的健康生活。台南社大是一个加对着绿化很注重的学校啊，这就是我们在做，原来就是空旷的一片。这个绿屋顶，我认为说，我们人类刚基础料应该回馈基本的一点。在推广屋顶型太阳能，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说的自己可以做的 DIY 的太阳能，最主要是当这个环境已经被我们以前就破坏了，因为你来盖房子就破坏这个环境了。那你现在在上面再加太阳能，对我们的环境不会增加任何的负担，它只有好处啦，它只能减少我们的那个碳排放量。老屋修缮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老的建材，比如说老的窗框。那老的窗框其实你可能就直接拆下来就把它丢掉了，但是这些材料很多都是很高价值的一些木料，那我们透过手做的方式就可以让它再利用。12号伫活动现场，除了会当看到各种友善地球的生活成果，主办单位台南社区大学嘛有设计趣味的闯关游戏，让大家体验，非常适合全家做伙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主题呢是友善地球的生活方式。那所以说，我们有一区呢是有比较是偏向于修缮相关，然后有这个居家修缮的课程，然后有老屋修缮，然后还有这个太阳能 DIY， 希望说大家一起来体验。那我们也会设计闯关活动，然后让大家来体验所有在社区大学这个课程的一些学习。希望呢大家学员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学习的快乐。那当然大家一般不了解社大的民众呢，也可以借这个活动一起来同乐。台南社区大学表示，随着疫情变化，社区大学面临班级延课、退课，甚至有可能是停课的挑战。但伫历经SARS疫情的工作团队共同合作之下，台南社区大学招生人数也是维持伫咧5000人左右，因也持续再来安全学习的正面力量。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柯武勇老师是台南出身的重要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医生。伊伫行医的同时，也将伊的经验积极来投入艺术的创作，因为伊认为艺术是会使永远来流传的。2019年，由伊的家属捐赠了100件的作品予南美馆。今年因接伊的百岁名单，对此南美馆也特别规划了伊的纪念展，分做5大展区，展现伊的艺术风格甲人生的经历。希望予台湾甚至是全世界拢会使熟悉这位充满特色的台南艺术家。当前，咱的首任董事长陈维东老师特别以伊的引荐之下，所以伊家属非常慷慨的状况，咱美术馆会当收到许武勇先生捐了100张的作品，这是台南美术馆上大的一个捐赠。所以，我嘛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感谢陈董事长，因为许武勇先生，伊唔仅是讲台南人，伊嘛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所以会当收到伊这么大的这个捐赠，对这个美术馆的意义非常无同款。这个作品除了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以外，也因为柯武勇老师的寺庙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资料。大家知影讲要研究，你要有物件通去研究啊。所以咱也得要有相当量的资料典藏，才有法度去做研究。有当时1张2张会当研究的，难免有限。所以许武勇先生，因为伊的人生非常长，而那是台湾的近代史，100年的近代史，所以伊的作品唔仅是有艺术的价值尔。
伊有台湾历史的价值，有史料的价值，所以我想这份资料是非常非常珍贵。对着柯武勇老师的家属来讲，对伊上好的记录方式，就是让伊的作品让更较侪人看到。对着南美馆安尼规划，伊也是非常的感谢。我爸爸虽然是一个出身名校的医生哦，可是他说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身份，不是医生，而是画家。他说，因为呢，医生再怎么努力，他也没有办法使人永生。可是呢，艺术的生命是永恒的，而且没有国界。所以我们家属呢，一直很希望能够呢，让全世界看到我父亲的作品。我们不只设立了许武勇的官网，还在脸书、Instagram 都设立了他的专业，希望透过网络的世界，能够呢，把他的作品传播到全世界。那也恳请在座的各位能够帮忙多多的宣传。最后，我要引用一句我爸爸曾经说过让我最感动的话。他说：“我的墓园只是我埋身的场所，我的灵魂将永远活在我的作品里。”这件画展当中，上特别的就是规划了 AR 的科技互动，民众只要先伫手机仔内面安装指定的 App， 就会使透过手机仔看到画作动起来的模样，非常吸引民众的眼光。但新闻局无以采访不到。